类似的请客文吗？请客文。接待文鸡排啊，是鸡排祭品文啊。可以发，为什么不能发？可以发可是不要输不起啊！他们2020就没有办法罢免掉啊，输不起啊，然后那边牵拖到今年，哇，大家跟着起舞，我不能理解。例子好不好？我看到陈柏委员在2019年7月6号有在他自己的脸书发了一个文哦，我觉得那一篇脸书贴文哦是应该是涉及两个部分，第一个就是他说要请是来鸡排文嘛哈，说要请全国人民吃鸡排，大家都有看到2300万的那个，我那一篇文涉嫌诈赌了哈，因为他写了2019年我们3个小议员，他那时候也不是议员啊，他没有当选议员啊，他是2020 1月11才当选议员，所以那篇文章涉及欺骗全台湾2300万人民，这个第一个他是诈赌行为。第二个就是说，陈委员可能没有相关的这个法律常识哈，因为所有的民选公职人员必须就任满1年才可以，未满1年不得罢免之嘛。那我们2020年1月11号就任，那应该要不是就任，2月1号就任，1月11号当选，那要到今年的2月，就是下个月，我们才符合被罢免的这个资格，就今年才可以开始被罢免，2021年。所以他不知道是故意不懂，还是真的没有法律常识哦，不知道公职人就是就职未满1年不能罢免哈，所以发的那张脸书贴文，也有可能是，我看可能诈赌的嫌疑比较大，欺骗全国人民。开票的通知嘛，因为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开票统计中心。那现在的开票是我们同意罢免票已经来到了10302票，那不同意罢免的票是有922，那废票是有74。对，那从这个现阶段来看的话，其实不同意罢免的这一块有将近1成，是我们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啦。对。目前这样18000人出来投票，回高雄之后再继续开会把电脑机拿到。当然，我们当然希望有突破10万人来投票嘛，来展现这个就是民主的这一块哈。那88000其实是在我们的标准值左右啦，对，就是基本的标准值左右。当然是希望说能够超过3成，但是看来还是一样，就是大家对罢免这一个投票比较陌生。对，觉得是疫情或是天冷的。疫情跟天冷的这一块，我觉得以今天的这种天气啊，我觉得影响不大。对，不同意罢免的人数应该会控制在5%以内，就是总票数的5%之内。那再这样子看，其实是超过5%的。所以照这个进程来看的话，这一次的，而且如果这一次的投票率是2成8左右的话，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，非常非常紧张的。所以没有看到最后一刻，我希望大家不要离开，应该是不会有最后的结果，因为最后一刻才会有结果，除非我们这边的票数已经超过了82000票，我们才会能够安心的知道说结果是通过了。对。